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初7，箴言13章第3節安尼講：約束喙舌，保全性命；隨便開喙，地厚毀滅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約束喙舌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賞賜活命的話的上帝，因為你的話是阮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，是阮要學習尊崇的。主啊，你的話安定佇天裡，你的話將阮救活，因為你的話予阮的腳步穩當，阮倚靠你的話，就得到豐盛的活命。主啊，阮追求明白你的話，阮來學習你的教示，因為你的話充滿智慧，予阮通知影，一句話講得合宜，親像金的蘋果落佇阮網仔。阮求你賜阮智慧來講話，因為約束喙舌，就保全性命；隨便開喙，被地厚毀滅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叫做幫助咱，予咱佇每一天生活的講話，攏有對天來的智慧，予咱所講出去的，攏是造就人，予別人得到利益。願主賜信心、快樂，甲咱三個地步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